规个感觉拢来。恁布地敢讲拢遮热哦？啊，拢是讲是安尼啊，啊无咧。你头足大。南部要去到到来哦。到啊！头家牛伫遮，头家牛伫遮。啊，你熟悉啊？当然，看我大汉的。阮厝边，真正诶。看我自细汉。阮家隔壁。啊，你有四界去养无？你有听过这样无？哎，阮家隔壁。我阮家隔壁啊。啊，伊较早有做啥物迄落扑龙宫的代志？你讲。啦，因爸爸带来时就安尼尔，细汉啊。啊，年这时啊，因爸爸甲因妈妈就带来食，阮这古早味的啊。系啊。当年哦，转来布地头一站，就遮，就先来遮食。不是跟他煮咯尔，只要是布地人出外转来，唔是等因兜，大家拢烦恼无饭通食，一定是为阮这单来。阮是阮阿嬷传的啦，阮阿嬷较早因咧做，伊是用茶。落去煮饭，啊，即摆来传阮爸爸甲阮妈妈，啊，即摆来个传到我和阮弟弟啊，哎呦，啊，所以像第三代，你无看阮的扛棒，搁定甲说明第三代古早味油肠饭。哦，所以一定要食油肠饭呢。对啊，这是当地的油肠饭是阿嬷传的啦。啊，搁爱点啥？啊，阮的招牌无锅鱼，是一样的对吧？有我骗无？无啊，真正啦。无锅鱼，油肠饭。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讲，啊，人客来，你拢无要叫伊坐哦。你开讲哦。哦，哎，你内底有冷气呢？对啊。哦，坐啦。来。哎，你甲迄落香蕉仔摕出来，你甲迄香蕉仔摕出来。就是迄这不是冬瓜，嘿啦，有一只鸡，香鸡哦，香鸡香蕉仔酱哦。哎，我甲你讲，这足厉害。你来南部，你食啥物件？混济，对，讲对，拢变好食。真正假啦？爱混济。哦，我饭来啊，你看，这饭无共款哦。啊，油葱的啊，伫咧内底。葱咧内底啊，就香的，比看卖啊，来，闻闻看。就香的呢。哦，真正有香呢。这油葱搞落哇，这样是考验啦。你即马食落吼，我要看到你食第一喙迄个表情。啊，你若法度讲出口感，你就讲。好，一定有你表情。咱对麦克正式开始。新人要出来啊！我先。哦！哎，你表现比你大较好咧。较自然呢。什么感觉？那有可能这夸张啦。哦，哎，啊，你感觉同款呢？你看倒好食，无这油肠饭足甜啊，甲饭的甜味，甲油肠的香味斗做伙，哇！伫你嘴内底，你去讲买咧？韩星来食一新人。小囡啊，电掉。拢还未开始，你拢还未爆，你就爆了，你无甲爆两喙，你才哦。你是夹着喙齿哦。我食一喙，真正足香的呢。足香的。讲到着恁遮的哦，来哦，就甲你讲有啥物感觉，做啥物表情，莫安尼。哎呀，你看这我主人。这个主人。饭煮了足好呢。除了香，饭搁煮了好。饭煮了好，足球心的。啊，伊敢若阮进前食迄啥物猪油搅饭，啊，毋过伊无遐尼油。用油葱尔。对，伊敢若油葱，伊就看起来香味安尼啦。哦，安尼。我去食看卖。做来，我甲你讲。上好演的哦。你者有着种的哦，赢地哦。咱做这种迄落食物件的节目，就免演。你有啥物感觉，你就直接。你就讲出来就好。对啊。上自然。你心内有啥物感觉，你就自然面就有啊。太感动。你演甲安尼，观众会感觉咱这节目足假。看OMG 哎！哦，你 OMG 哦！我去个转坡，我对你期待遮大。你看卖，你上主人，怎解上主人就你啊？卖想讲喂哦，你别吼，拜托诶！自然的。你安尼就落差啦哦！我就足惯势。对嘛？我讲。哇！哦，那甲我印象内底一模一样，真好是流目屎啦，免3秒咧。这碰一落目屎随顶出来。真正机会大老目油安尼。我想到故乡，听到滋味，目屎就流落来。这是一首歌吧？莫讲出来。那想去高雄，我的目屎就会流落来。哦，哇，就是滋味。
就感动诶。因为我跟你讲的这种物件吼，你食到这个味细汉的味，目屎就顶落来。啊，不过请教者，这罐是啥物物件？你怎么吃第一滴？咱这做你嘛是，你家过分啊，我刚你去 DJ 哦。叫食一个饭爱烤啦，嘿。无啦，啊，制作人讲一定爱流目屎啊，歹势歹势歹势。咱食一个饭是咧钓狗的啦。桂鱼、哇！贵呀！乌桂鱼、菜脯卵、菜脯卵菜脯卵、白出吧，青山菜拢有这爱闻，这爱闻，这爱闻。啊，迄西瓜汤是啥？迄是道地的迄种嘿米色汤用大，你收西路。卡汤骨落去控的，哦，迄种真正原本原味的，你甲啉看卖啊。上原本的味是啥物款的？哦，这原本就好食啊，文本当然啊，文本就而且原本很免问了呢。原本就咸而且伊也有煎鱼，无臭头味，对啊，而且低端无臭头味。这用煮的，用吹的。这用烤的，有烤的哦。这食伊的原味。哟。这个酱哦，台北食无啦。好，规个感觉拢转来啊。来，我试看卖，迄酱我嘛试看卖咧。你要试哦？我要试看卖咧。会帮我提走？哦，这餐来愈好食啦。咸咸甜甜安尼。细汉的时阵哦，迄时阵无高铁，开车落来，啊，搭车拢搭差不多7、8点钟。我大概拢停车。一届落来爱吐4届。哎呦，哇！啊，阮差不多2点开车嘛，回到家差不多8点9点，头一站来遮就爱啉烧汤食鱼，安尼你会胃较爽快。你啉遮伊个汤，你个汤消好啉的，你唔看卖？你这汤无够吼，这汤是免钱的呢，伊会送啦。免钱啊，免钱啊。你看嘛，交给我啊。叮咚叮小咚。美牛，搁2碗汤。搁2碗汤你个汤哪好啉？爱内行的。汤爱钱无？唔免。我一鼎一鼎。OK， 来汤来咯。谢谢。这汤真正介好啉呢。这用卡当骨落去控的。啊？啊，拿米色汤。卡当嘿。猪大骨啊，猪大骨。啊，君豪哥你真正足厉害呢，你足够食鱼啊？为什么？啊，食鱼唔就安尼尔。无啦，食鱼啊，你要看伊会晓食凉食，你就要看会晓穿头。一般是袂食到头去。两会内行的啦，真正。头布地人在装爱足够称的，连鱼翅嘛剥落。这头阮袂晓啊，啊你是安规个头就该输哟。对啊，伊个鱼头足甜的呢。真正吼。啊伊你食安尼哦，安尼就知你是饲来的人啊，系啊。包的咧，你个地人安尼是咯，是咯，真正是真正布自细汉阮爸就安尼甲我教的啊，鱼头就要变食甲变安尼啊。即若看布地人入来吼，大家就是要食蓝带啊，因拢甲称啊够清气的。你拄仔讲啥物台啊？蓝带啊。蓝带，我才讲蓝带啊。叫这是叫蓝带。蓝带啊，叫蓝带啊。蓝带啊，嘿。所以台湾听讲，无过我是无听过。国语，我是无听过。啊，阮遮海口人讲蓝带啊，嘿，蓝带啊。只能细汉因爸爸跟妈妈吼啦，转来，你这时啊转来时拢会出来阮店食饭啦。啊，伊会足皮的无啦？只能迄时足细汉啊，看起来绿绿啊啦。拢绿啦。我嘛唔知讲只能伊会穿起来啊。你怕人无？无先进这，唔是这态度的哦，唔是这态度的伊穿起来了。主持有你穿开，我逐工嘛看。有点粉丝啦。你有你全开拢有咧看啦吼。系啊。啊，你有人看啊？无啦。啊无我跟你讲，喊你几时咱转头转来，甲你教2步，晓就晓。甲你教2步啊。啊无，简单呢。恰恰会晓啦。袂晓啦。你甲你教啦，甲你教啦。来啦！我甲你讲，这上简单，一个 pose 就好啦。我溜过来就你手我，安尼，好拍开，射一个，你射一个，射入来，倒落来，我第一波，搁试一届哦，礼拜2出去，我先开，出去，好射一个。加，先加哦。好，阿哥谢谢。哎，跳了太好，我帮你报名。食饭来甲伊跳舞。再去比呢。我真他较讲讲。
啊，你嘛真欠天呢，生理怎个放咧呢？我带你来基隆的故乡。疫情啦，我伤久无转来啊啦，伊比我搁较熟啦。啊，你要这行啊呢？啊，你就讲要为探行啊，系啊。来的啦。这厝拢久啊，哦，这拢足大的厝啊。这拢古董啊呢。系啊，拢做厝啊。阮做囡仔拢安尼一只耍呢，做好耍的呢。哇，好怀念哦。哇，这个有变对不？这条，我会记这条。啊，你着基隆，你个有印象，你领导来系对。啊，你今麦要回去，你会紧张无？淡薄啊呢，照久无转来啊。来啊，这基隆引导。啊，你看，嘿，这基隆哇，那边啊，恁兜哪无厝顶？啊，恁房间里头？等会为后边看卖啊！啊，恁兜哪拢草啊？我那边安尼啊！我阿公阿妈古早住遮，啊，这拢卡掉伊啊！啊，门是伫这边。门伫头前。头前。三合院嘛。啊，这树啊，较早就伫个。应该，这树啊，哇！我细汉时阵无遮大坑啊。你细汉，你较细汉。后壁大汉啊！哇，这拢袂记安尼。拢袂记啊！嗯，拢生啊无共款啊。来啊，这基隆引导。啊，你看，嘿，这基隆哇，那边啊，恁兜哪无厝顶？啊，恁房间里头？等会为后边看卖啊！啊，恁兜哪拢草啊？我那边安尼啊！我阿公阿妈古早住遮，啊，这拢卡掉伊啊！啊，门是伫这边。门伫头前。头前。三合院嘛。啊，这树啊，较早就伫个。应该，这树啊，哇！我细汉时阵无遮大坑啊。啊，你细汉你较细汉。后壁大汉啊！哇，这拢袂记安尼。拢袂记啊！拢生啊无共款啊。后来转来布袋都住伫阮阿伯因兜啊。啊，透天的。啊，即马即栋的迄落厝算嘛，算恁爸的。妈，地客。圣上的吼，阿公的。爱问阮爸爸，爱问看卖咧，爱问看卖咧。啊，你转来拢会创啊？转来遮，甲囡仔拢在耍啊。伫遐弄啊。过年耍炮啊，骑脚踏车啊！我甲你讲，骑脚踏车这个代志哦，我伫布袋学会晓骑脚踏车的。我是比较学是安怎学的？你知无？我帮着一个白头鬃、白虎手一个老人，教我骑脚踏车，我就会晓啊。遮奇怪。无人甲你教。啊，你起来了就会晓啊。嘿，我甲阮爸讲。阮爸讲哪有可能？系啊，我讲真正，无阿公哪有可能是迄个人真参像阮阿公进前讲一个，哥哥还是弟弟？八公啊，我明知迄叫八公啊，七公，所以伊在甲你教脚踏车，你拢记起来。你想要同一个问讲，迄落土要？对吗？我知啊，你那规头壳拢是钱。乐透，你倒是？买厝。你欠偌济？你欠偌济啊？你就知我压力有偌大。有啥物罐头胶啊？是创啥物迄种？你敢有直接说？罐头，遮无罐头胶。遮无罐头。遮应该是无。啊，有掠水鸡无？有伫海边啊。金菇啦。金菇哦。哦，金菇。有。跳金蕉皮啦。来，后边等新妇要讲啊。弄袂掉。我是菜市啊嘛吼，啊有金蕉皮啦吼，也是迄个黄梨皮啦。你跳迄要创啊啦？跳啊！你穿得树啊？啊，阮来爬树啊去啊，啊甲藏咧啊。啊，金菇的啦。啊，对吧？困啊，就金菇啊，有金菇行咧啦。啊，你掠伊要创？要算啊，会当卖啊。会当卖哦。你看这罐头搞是安怎？我你讲，较早的无手机啊，无拍电动，拢甲这个大自然咧佚佗，足好耍的。伫咧庄卡吼，人拢会甲人做伙，会甲环境甲自然做伙。即马你手机啊摕咧，你就家己一个人，你就做老高困，啊无人要插你，无人送你去旁你，你就家己一人冰心。你搁看手机啊？你搁看？嘿啊。好啊，啊，过来要打。还行，美要讲。我唔知，离我较近啊。我看这嘛差不多啦。差不多啦。哎，这是金龙的故乡啦。啊，恁即摆来就去后一站看恁有啥物较好耍的，恁来个去去。爱靠金龙搞阮带。好来，谢谢。多谢。咱们做生意。好来，后一站。来吃关食饭哦。感谢关啊。